闽南语连续剧《大下厝》。虽然你是恁阿母买回来，啊，不过伊嘛甲你请养到遮尔大汉啊，伊对你嘛真疼惜啊，甚至伊对你比对志玲搁较好。伊敢捌甲你嫌过6支砖头啊？志忠，我相信你甲志玲即马啥物代志拢已经知影。啊，不过我一直感觉你比志玲较捌代志。不管安怎，你还阁是会转来大爷厝，会转来看你的阿母。志忠，恁阿母即马同需要亲人的陪伴，你是千万唔通阁离开伊呢。啊，若无伊绝对活袂落去。你就爱留落来，留来好好陪伊，好好安慰伊，知无？前头啊，我是歹结掉。阿母，连你嘛无承认我是你甲我生的囝。原来我甲伊一点仔关系都拢无。我过去唱阿爸，转来要创啥？我过去叫阿兄转来要创啥？上好你都莫转来！你若莫转来，我就是阿母唯一的囝。我就当去追求伊建昌，来啦，紧接啦。建昌啊，哎，你安拢唔食吼，也唔啉，嘛唔是头路，身体会拍歹去啦。吼，来，紧接啦。我知影你都烦恼啥啦，啊，自然吼，我都有喙甲讲甲无烂，我嘛真甲古正好话讲真多啊。我相信自然巧巧的人，伊会想会通啦，加一站嘛就好啊啦。吼，你别烦恼啦，来啦，来，食食吼。建昌啊，你无食吼，袂堪你身体若拍歹去，啊，你甲想若自然若转来看你安尼，伊嘛会伤心，嘛会唔甘心，对无？你敢要惊伊随时安替你咧烦恼？紧食啦，紧食啦，无真正袂堪你来啦，吼，紧啦，紧食啦。阿健，我来吃了。给干嘛吃一个？紧吃。你这么来紧吃，我就替你家兄找回来，好不好？
创啥？我看到你，我唔知要叫你啥。你敢愿意带我回去？袂当去倒。回去跟你阿母相认啊？其实你即摆心情，我真了解。坦白讲，一直到即摆，我嘛是无法度接受咱是兄妹的事实。但过这拢是真实的，咱拢无法度改变啊。你若拍甲你阿母，我若伊甲安静，都一直在温暖啊。一直到即摆，咱才知影家己的心事。真正是因在来骗咱，敢讲即摆咱家己爱骗家己是？我感觉相信你是我的女朋友，我嘛不愿意相信你是我的小妹。志玲，那是无可能的啊！你想看卖啊？其实少爷妹啊，嘛无啥物唔好啊。像你大姨的时阵，我拢袂入去看你，因为阿姨知影咱两个是兄妹啊，无爱互咱两个斗阵。迄个时阵，我逐工都在想你，逐工都替你烦恼。也毋过即摆，咱两个同我斗斗阵啊！咱两个逐工见面，我嘛通逐工看到你啊！你看，迄无共款。其实我感觉足欢喜的，从即摆开始，咱就当住斗阵。虽然咱无迄个缘分通个做翁仔某，也毋过做兄妹啊，比做翁仔某搁较亲甘是的。是哩，跟我转来去，你阿母也到咱的阿妈，拢会厝会等咱转去。美冠，我希望你能答应我这件代志。什么代志？你讲。我希望你一世人叫我姊，你莫叫我阿兄。阿虎啊，美冠还袂转来是？阿伟啊，那建昌吼，等规工一定等啊真忝的。哎呦，煞困去呢？阿虎啊，我看建昌吼，甲塞入去房间，互伊困。小等美冠若转来，再甲叫就好啊啦。好，过来，先甲塞入去困。建昌，行嘞。建昌啊，先甲你塞入去休困啦。美冠若转来吼，会甲你叫啦，吼。嘿啦。哎呦，你去。真的。志玲。紧叫啊！
毋是有答应我，紧着啊！志玲，你拄则叫啥哈？啊？真好，真好！文英啊，你这阵应该爱欢喜才对，你哪咧哭啦？番石啊，阮阿母即摆有时足正常的，有时佫敢若起笑共款。医生开下药啊，伊嘛拢有肯食。你看，咱是毋需要送去病院？志忠啊，恁阿母无破病啦，伊是去受到刺激，伊即摆同需要的，就是咱的陪伴，甲咱的关心。咱若真是甲送去病院，伊一定会佫较严重。志忠，听我的话，咱莫甲恁阿母送去病院，咱两个好好照顾伊。虽然你毋是伊的亲生囝，我嘛毋是伊的翁，啊，毋过咱一定要做互因看，互因知影，恁阿母无当甲遐人摕身躯比，颠倒会过了佫较好。好。菜拢传好啊，会用去食饭啊。文玲哦，迄碗底先放下啦，小等再做一个水啦。好，我来。食饭啦。你管啦，志玲，刚好啊，会用去食饭哦。好。志玲，你先去食饭啦，我来饲。唔免啦，你先去食啦。阿爸较早拢是我伫咧甲饲的啦，而且阿爸嘛拢我饲惯势啊。饲阿爸爱有一个缺势，无遐尔简单啦。啊，恁若无互我试看卖啊，另日恁若无伫的，啥物甲饲？搁再讲，伊嘛毋是你一个人的阿爸尔。好，你来饲。妈，志玲，坐食饭。志玲，今仔日这菜吼，拢全是恁阿母专工为你煮的呢。多谢阿母。免客气，来，加伊食一寡。我食。阿母，来，你嘛食。乖，你加伊食一寡啦。来，紧食。你哪唔食啦？你叫我啥？我可是病好不好？阿姨，媳妇，你进来了。是安怎啦？你怎么这样？
定要讲话啊！建昌，你即摆讲话，阮大拢希望有一天你会当徛起来，咱一家哦，总算团圆啊！你都要加油哦，阮大人哦，拢会甲你斗相共。阿福啊，你哪会无要食饭？我著为做食袂落啦。阿福，你是我生的，敢讲你心肝内咧想啥，我也唔知影。你是看建昌因一家口啊欢欢喜喜咧团圆，你心肝内感觉真寂寞对无？20-30天啊，我看建昌因一家人会当团圆，看本英会当甲志仁相认，一个是我喜欢的人，一个是我亲生小弟。认真讲，我应该真欢喜才对。啊，都唔知安怎，这两天我拢感觉规个心肝头糟糟，暗酸酸。阿福，你的心情阿母会当了解啦。你安尼为着文英付出遐尼多，结果文英介意的人还阁是建昌。其实我早就了解，文英无可能甲建昌放互袂记你。那安尼你是安怎心甘情愿为文英付出遐尼多咧？阿福，阿母真欢喜，欢喜你是我的囝。我嘛应该要感谢你的养爸阿安，甲你教养甲这么好。也毋过，阿母还阁是真唔甘。阿福，你敢无可能甲文英放互袂记的，好好啊去找一个对象，通我陪伴你后半世人。阿母啊，当我遮做戏啊，要搁找啥对象，我的代志哦，你免烦恼啦。但你生我遮久啊，我是你的亲生囝，你也毋是无了解我的个性。啊，我都永远困一个，明仔载什么代志嘛拢好了了，对无？好啦，啊无你好好休困哦。你在生的时阵，我无通诱惑你，安尼即嘛假往去，我阁无迄个能力替恁自家传宗接代，你原谅我，是我不好。